北海道日本火腿斗士队台湾选手王柏荣今天3日在对横滨迪纳湾星的热身赛中，先发第4棒，守左外野，总计2打数无安打，吞下1次3振。目前王柏荣已连2场没有安打出现。王柏荣昨天首度于火腿主场札幌巨蛋亮相，先发打第4棒，守左外野，首局首打席敲出左外野飞球出局，4局敲出右外野飞球出局，5局击出游击方向飞球出局，6局攻守交换时退场休息，中断热身赛连8场安打。王柏荣今天再度于札幌巨蛋出赛，同样为先发第4棒，守左外野。第1局中岛卓也和大田泰示接连安打，不过王柏荣吞下3振。第4局王柏荣则是击出右外野飞球出局，随后退场休息。今天2打数没有安打，连续2场比赛无安打。这场比赛双方投手群展现压制力，让横滨和火腿打线都一筹莫展。横滨全场敲出3支安打，火腿5支安打，中场两队以0-0握手言和。